靈最高。喂，你咪黐線㗎！你以為中文第一名大晒咩？你有咩需要啊？我咩都唔需要啊！我就係知我聽日交唔到就要落 LSC。我可以幫到你。點幫啊？其實你有冇諗過真係可以自己穿梭時空，你可以自己翻嚟最後？你會唔會係黐線嘅呢？梗係唔會啦，我認真㗎。咁會點啊？和我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因素歷史，如果歷史改變了，你覺得會怎樣？清廷喺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。戰後清廷將賠款轉嫁百姓，導致廣州貿易下降，令唔少百姓因而失業，民生更為困苦。唔通呢個就係洪秀全咁似許文水嘅？佢頭先嗌我上帝，洪秀全異夢。冇錯，我就係上帝。我上堂冇聽書，唔記得咗喎。你係我凡間嘅第二個仔，耶穌個細佬。而家我賜你呢把斬妖劍啊，俾你啊！你要領兵啊，滅殺呢個閻魔妖。你如果可以斬妖除魔咧，我會保你子孫呢掌管呢個天國，永存萬世。我明啦，一切都對應上你嘅，嗰個就係天父上帝，我紅火獸就係上帝喺人間嘅賜子，受命斬妖除魔。受火兄，你又說夢話了嗎？科考失你已是定局，這些亂世良言能當飯吃嗎？雲山呢個唔係夢話，係清廷嘅滿洲皇帝，佢哋自稱天子係上帝所說嘅，如來妖魔。此言大逆不道，若被官府聽到的話，我哋要建立一個太平天國，一個崇拜真神、人人平等嘅天上地上天國。百姓苦鴉片，苦稞歲久矣，他們需要一個新嘅信仰，一個能推翻舊秩序嘅希望。好，這亂世之中科舉無望，或許這真是一條出路。我們去廣西，那裏民風僥倖，意如聚集信仰。做乜鬼啊？洪秀全話民眾都係天父嘅仔女，喺呢度人人平等，信佢嘅人死後會上天堂，世享太平。先生嘅教義確實能令人真，但不能光靠講道，仲要有實際。秀清高見，這天賦下凡的本事，你最拿手。幾年之後，太平天國隨後攻破並定咗喺天京，即係而家嘅南京，並同清軍展開長達14年嘅戰爭。金田起義之後，太平軍逐步北上，並最終建立政權。奉上帝耶穌基督之名，今我太平天國正式成立，我就是太平天王。從今以後，朕要太平嘅天下永存萬世，歲歲不休。天萬歲，天萬歲，太平天國萬歲。
先，你陣間再錄多次。先生嘅教義確實能令人有信，但不能光靠行動。手青空高。明啦，一切都應上了。嗰個就係天父上帝，我紅火獸就係上帝喺人間嘅救主，受命斬妖除惡。就火兄，你又說夢話了，科考失你已是定局。無誰亂局亦一樣約定，誰在山崗？